将近半年的自比代表吴大雷去互周刊逼讲用政府的钱乱买物件，毋那捌要求讲要买400万的轿车，敢若官社的采购就开卖800万。大总统有请行政院含外交部去了解，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，有许可的采购拢是有照规定的，针对着外界质疑，会请吴大雷写报告说明。 无论是接待财团访问美国的经济部长郭智辉，或者是驻美代表处大细细活动，现在会当看到驻美代表伊大雷甲因夫人做伙出现。不过，即马即对翁仔某煞去用标出来讲，上任了后，因用各种的名义乌白开公家的钱。台湾，周刊引用知情的人士，摕到外交部的公文，标出伊大雷以礼宾的需求为理由，希望甲驻美代表处接买2年的公务车换掉，而且申请要买的车大概370万。 因为无符合换掉的规定，去互国家部门否决。另外，伊嘛以公务的名义买台票96万法国的手工碰椅，还有2顶面床拢总50万，2条喇叭26万，2台咖啡机拢总22万，还有一领爱21万的地毯。另外，包括洗手的、洗粉丝的、起膏、起面，外底爱自费的私人用品，伊嘛全部拢报公销。另外，佫传出伊大雷趁交接的时阵，以小美琴的名义采购报销，就近半年官社就开800万。 另外，伊大雷因夫人嘛去用指控讲，对外交的同仁是真够拍派，一家伙违规使用公务的资源。这个代志传去到总统府，罗总统只是行政院甲外交部了解实际的情形，照相关的规定处理。我会请外交部去做事实的了解，有任何的违法状况及时处理。我们有请于大使，他有写了报告，核可的项目并没有违法，有些是因为确实是。 已经这个使用的期限已过或者是过去有损坏不堪用。对各界质疑，林佳龙讲已经确认许可的采购拢有合规定，因为即马同事拢真利便，要甲伊大雷叫回来，会请伊以书面的方式来汇报。不过嘛强调会阁检讨外管办理采购的程序，确保依法行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